2020年台南月顶港灯节呢，2月初7就要起鼓，是按算要等出1个月的时间。这个灯节到今呢已经办16档去啊。今年的主灯是天马秀，也阁有日本甲韩国等50组外国的艺术家来参加，互传统甲创新的文化会当伫遮交流。 这只天界新秀伫水面顶，伊身躯是半汤光，有青蓝色甲粉红色的色水。今年是8年，台南咸水月顶港灯节，这回主灯以天马秀做呈现，互人看起来就是真自由佮活泼的美丽向灯。加做今年灯节上个显目的作品之一，另外嘛用灯光来打造放蜂仔炮的老街。2月初7暗时起鼓，点灯互大家欣赏，民众拢真期待一年一届的美景。 我每年都期待，每年都期待，尽力了啦，就这样子啦。个人见解不同，每年都不一样，可是也有相同的地方。主灯呢叫做天马寿，它是由深钢厚刺所特别为我们这一次灯节所制作的。整个主灯呢，它最有趣的地方是它采用了日本的盒子。 来进行制作，透过光，事实上呈现出一种非常温润、温暖的一种感觉。灯节以假放咸水未来发展光景做主题，结合工艺术、科技媒材、甲地方文化、历史记忆，甲灯节规划做3大灯区，嘛结合台湾、日本、参韩国家的艺术家，拢总60组作品，要透过光、舞、声音、甲互动装置，甲月顶港这个区域转化做暗时欣赏灯光美景的所在。另外，这回为着要互民众方便规划。 春节元宵的旅游行程，管理局特别整合活动主线，互民众更加清楚。为了让大家可以一站查询这个过年的众多活动，特别建置了2026台南行春的网站，那整合了全台南市呢超过100项的这春节跟元宵活动哦。这回艺术家因甲咸水长久累积的信仰文化、生活日常、甲自然景观，当作创作灵感，希望透过这个灯节，让大家来想象咸水未来发展。 市府讲，月顶港灯节那是台南重要的年度文化活动，更加是串联在地文化甲国际艺术交流的重要平台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